歡迎選擇麗音 FM。你好，我係謝拉。今集係嚟自一個喺內地公立醫院做咗超過25年嘅女護士文文嘅真人真事投稿特輯。麗音 FM 同你一齊聽，一齊驚。做護士7年嚟，顛覆咗我無神論睇法。我喺內地做咗護士7年，有啲嘢如果唔係自己親眼見過、親耳聽過，我都唔會信。嗱，事先聲明，我身體一直好健康，面色紅潤，唔係嗰啲成日病啊、精神差嘅人。以前有同事仲話我命硬，甚至講笑話，你一上夜更呢，成日都有人走噶。我由細到大都喺城市長大，冇聽過咩鄉下鬼故，亦都唔敢聽，恐怖片更加唔會睇，因為真係唔想自己嚇自己。所以我覺得以下經歷唔可以簡單用幻想啦，或者自己嚇自己去解釋，因為喺我腦入邊根本未諗過呢啲場景。做咗咁多年護士，作為無神論嘅我，親身遇過幾件真係解釋唔到嘅事。而我最後得出一個諗法，鬼其實都有情，人同一啲行咗過去嘅人，各有各路，互不侵犯。所以做人真係要做好人，唔好害人，不做虧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門。呢句說話係我呢幾年見過啲解釋唔到嘅事之後，覺得最精準嘅一句。好啦，先由我讀衛校嗰陣講起。衛校基本上都係女仔，女仔多，是非自然多。除咗雞毛蒜皮嗰啲是非之外，最多人講嘅無非就係男仔同埋學校嗰啲鬧鬼傳聞。好怪噶，差唔多每間學校都會有啲跳樓啊、自殺之類嘅傳聞，我哋學校都唔例外。我聽過一個講法，就話幾年前某個冬天半夜，有個女仔着住紅衫跳樓，跳落去之後當場冇死，直到第二朝先俾人發現，但嗰陣時已經冇救。之後好多學生都話夜晚會聽到有女仔喊聲。我哋一開始當然唔信，直到後來我自己都聽到。嗰陣係農曆鬼節前後，街邊成日有人燒金銀衣紙嗰幾日。我一向係嗰啲瞓覺好好嘅人，一上床就瞓着，天光先醒，連半夜去廁所都唔使。但嗰晚好奇怪，我突然醒咗。醒咗之後，聽到操場好遠好遠嘅地方傳嚟一種聲，好似係女仔喺度喊，又好似喺度唱歌。越聽越驚，嗰種恐懼呢，你係分得到嘅。有時係皮膚表面嘅驚，但係嗰次係滲入骨入面嘅驚。我即刻嗌醒宿舍其他女仔，結果得2個人係同我一樣聽到。我哋幾個攬埋一齊瞓，但係根本抵擋唔住嗰種好似俾人落咒嘅聲。呢把聲連續出現咗4-5日，之後就冇再聽過，完全冇得解釋㗎。我正式入醫院之後嘅事，2002年啱啱畢業，繼而分到去而家呢間醫院。正式入院嘅護士有1年學習期，要去唔同嘅科室輪轉。嗰年冬天，我去咗中毒科，亦都係嗰陣我第一次見到所謂嘅鬼，唔係大家成日形容嗰啲白衫啊、長髮披面啊、女人啊飄半空咁噶。佢係一個男人。記得嗰晚我返夜更，大概凌晨1點幾，差唔多2點。我好似平時咁一樣去鎖個大門。我哋醫院每個科室嘅門都係木門，門邊包住一條靚立立嘅鐵片，好平滑，好光，幾乎好似塊鏡咁。就喺我鎖門嗰一刻，我喺呢條嘢嘅反光入面見到自己身後邊大概2米嘅位企住一個男人。直到今日我寫到呢度，背脊都會毛管動。嗰個男人戴住禮帽，着住風衣，好似上海灘入面許文強嗰種打扮。我睇得好清楚，亦都好肯定。當時我嚇到連呼吸都停埋，因為我確定成條走廊得我一個。如果真係有人，咁靜嘅樓層一定會有腳步聲。呢個時候我極速擰轉頭，身後邊乜嘢都冇。但啱啱喺貼片入面見到嗰個影像一直停留喺腦入邊。
喺呢個時候，我發現自己腳軟，直接坐咗喺地下上面，成個人感覺凍冰冰。之後我清醒少少，跟住大嗌，同我一齊值班嘅男醫生衝埋嚟，就話我當時塊面白到好得人驚。本來佢嗌我打電話俾護士長，搵人嚟頂我更。當時我諗住，三更半夜為咗呢啲嘢驚動所有人，唔係幾好啊嘛。最後係個男醫生陪咗我成晚，冇去休息。佢聽完我見到嘅嘢，都冇多講啲乜，淨係一直安慰我。幾日之後，呢單嘢喺科室傳開咗，甚至有病人私下揾我求證，就話佢哋都見到過類似嘅嘢。但我一直唔明，點解人哋見鬼呢？多數都係嗰啲咩白衫女鬼啊、長頭髮女鬼，而我第一次見到嘅竟然係許文強。呢個疑團困擾咗我好多年，直到後來我去咗腫瘤科工作，呢個謎團先至解開。幾年之後，我喺腫瘤科做嘢。Cancer 係慢性病，好多家屬陪住病人由入院到最後離開，好多病人都係自己行入嚟住院，幾個月之後變成俾人抬翻出去。嗰段時間係我情緒最低落嘅時期，每日面對死亡，令我自己都變得好悲觀。講真啦，嗰陣我真係應該去睇心理醫生，搵人傾下疏導下。記得當時有個病人住咗2個幾月，好似係搞一啲藝術生意嘅人，總之好後生。聽佢屋企人講，佢因為離婚受咗好大打擊，之後先有 cancer。講到呢度，順帶講一句啦，人真係要保持樂觀，因為我接觸過嘅癌症病人，10個入面有8個都係之前受過突發事情或者精神衝擊，呢個真係我親眼見到嘅經驗。嗰個病人先30幾歲，文質彬彬，皮膚喺男人入面算係白。我記得好清楚，佢係喺我值班嗰晚走噶。癌症病人好多時候家屬都會有心理準備，醫生宣布死亡之後，屋企人就會幫佢着壽衣、搞身後事。我照慣例忙完之後入病房睇下屋企人有冇咩需要幫手。一入去，我成個人呆咗，係完全唔識形容嗰一刻嘅感覺。佢着住老衣，即係人走咗之後嗰套衫，而嗰套衫同我當年見到許文強打扮嗰個男人係一模一樣，禮帽、風衣、上海灘式打扮。我當場心入面一陣彷徨，咁多年嘅疑團終於解開。我2002年半夜見到嗰個真係鬼嚟噶，因為當年我先得18歲，根本唔知乜嘢叫老醫。如果嗰晚係眼花或者幻覺，點解唔係其他形象嘅鬼呢？偏偏係一個戴禮帽、着風衣嘅男人。後來我問人先知，西安呢邊有個風俗，50歲以下嘅男人過身之後着嘅老衣，通常就係禮帽加風衣，就好似許文強咁。所以2002年我見到嗰個男人，應該就係過身之後屋企人幫佢着嘅衫。嗰陣喺中毒科。佢會唔會係俾人投毒害死？會唔會係陰魂不散？冇答案噶，只係慶幸自己冇再留喺中毒科。如果當年繼續留低，我可能真係會揾人做場法事超度佢啊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一種感覺，明明正常做緊嘢，但突然之間覺得某個位好陰森，寒氣逼人。以前喺衛校上解剖課，第一次入大班房，老師喺度講注意事項，但係我根本冇心機聽，因為班房入面有個門仔，我一直望住佢，覺得好驚，異常陰森。等老師講完注意事項，佢竟然打開嗰個小門，嗰一刻我哋先知入面係浸屍體嘅房，有好多冇蓋嘅器皿，入面用福爾馬林浸住啲屍體，有啲屍體已經冇咗皮，見到啲肌肉一扭一扭，衰啲講句，好似清燉雞髀咁。今次亦都係我第一次感覺到某啲位無啦啦有啲陰森嘅感覺。好啦，去到2003年頭，我輪到去骨科學習。骨科喺1樓，我一樣要值夜更。我哋醫院啲人呢，好怪噶，我講自己撞到嘅靈異嘢，佢哋唔信都算，仲唔准我講。具體邊一次我記唔清啦。總之每次喺骨科值夜更，我都唔夠膽去廁所。唔知點解就係唔敢去，硬係覺得個廁所好恐怖，
唔係驚隔籬有啲咩人，而係女廁有個好大嘅窗，玻璃黐咗膜，如果唔開窗睇唔到出邊。我每次去廁所，我都會係咁啤住嗰個窗，嗰種感覺同我上解剖堂望住嗰個門仔嘅感覺係一樣噶，覺得好陰森，成個人毛管戙。我試過同年紀大嘅同事講，佢哋聽完之後都若有所思，但好快就嗌我唔好亂諗嘢，表情同埋語氣仲有啲避忌咁。呢點令到我更加唔明白。直到有日頭，我去廁所，清潔姐姐啱啱打掃完，個地有啲濕，所以將個窗打開通風。我行過去，一眼就見到窗外面個地下放住副擔架，擔架上面瞓住個人，塊面係用白布遮住，睇衣着應該係個女人，而且肯定係個死人。我當場嚇到叫咗出嚟，因為係日頭好多人，跟住個清潔姐姐行埋嚟，好怪咁望住我。有咩大驚小怪啊？你唔喺度做嘅咩？太平間門口放死人好正常啊，日日都係咁噶啦。原來骨科女廁個窗正對住太平間，唔怪得我夜晚一去就覺得陰森到不得了。但我真係唔明，既然同事都知，點解我問佢哋又要顧左右而言他呢？如果一早話我知，我夜更啊，就算唔飲水，我都唔會去嗰個廁所啊。好啦，從嗰日開始，我真係每次值夜更都唔飲水，亦都唔會去廁所。講多一件腫瘤科嘅事，之前講過，腫瘤科病人好多都係慢性病，年紀大居多，但有時都有啲後生嘅病人。好多病人一住就幾個月，出出入入，同醫生、護士都慢慢熟絡，睇住佢哋滿懷希望咁行入病房，再一日一日俾化療折磨，一日瘦過一日，最後帶住痛苦同埋不捨離開。我冇嘢可以做噶，成個人好無奈噶，有嘅只係對生命嘅感慨。可能因為好多喺腫瘤科病人走嘅時候，已經對生命絕望，或者已經俾病痛折磨到唔想再留低，所以我一直覺得，即使有靈魂喺腫瘤科，佢哋嘅怨氣都唔會太重。係啊，有時我會見到佢哋若隱若現，唔會突然之間嚇我。我覺得佢哋過住自己嘅生活，同我哋喺陽間嘅人冇乜衝突。只有一次我親眼見到，亦都令我諗起以前一個講法：人死之前，魂魄會先出竅。大概係03或者04年嘅冬天，喺腫瘤科有個伯伯住嘅病房，離護士站只係隔一間房。佢應該係內地嗰啲退休幹部啦，肝癌，個肚好大，肝腹水末期已經好嚴重。好多退休幹部住院嘅醫療費可以報銷，所以用嘅都係好藥、貴藥，氨基酸、脂肪乳、白蛋白全部都用晒。俗語有話：久病床前無孝子。喺醫院咁多年，真係越嚟越覺得呢句好精準。伯伯病咗好多年，如果唔係靠啲貴藥同埋營養藥去吊命，可能一早就唔喺度。但係勉強咁樣吊住條命，到底有咩意義呢？佢嘅仔女好少嚟，藥費係國家出，佢就繼續住院治療。但大部分時間仔女都冇嚟探佢，只係請咗個男保姆塞住人哋把口。個男保姆大部分時間都喺走廊盡頭睇雜誌，有時吊完針都係個伯伯自己撳鐘叫護士換。就咁，伯伯過咗人生最後一段時間。記得嗰晚我係返夜更，一返到嘅時候，佢哋就話伯伯差唔多唔得啦。當時我見到佢已經深度昏迷，而且開始點頭呼吸，即係每一下呼吸都伴隨住點頭動作，代表個病人已經無力回天。我哋夜更係晏晝4點去到第二朝8點，有時都要趴一趴，如果唔係勁眼瞓頂唔住。但我知個伯伯今晚一定會走，個保姆又唔理。作為護士，我只可以守住佢，唔可以等佢條屍凍咗先發現。呢個係職業道德，亦都係我識咗佢幾個月以嚟最後可以為佢做嘅一件事。去到凌晨12點半，我真係捱唔住，返去護士站趴一陣，用手機校鬧鐘，每15分鐘醒一次去睇伯伯。就咁瞓一陣，又起身，再瞓一陣，再起身，直到凌晨1點，個鬧鐘響，我照例去病房睇伯伯。情況同之前差唔多，冇加重，亦都冇好轉。
心電監護上面心率同埋呼吸都仲算正常。我又翻返護士站趴低，真係好眼瞓。突然之間我成個人醒咗，一睇手機1點10分，個鬧鐘又未響，點解我自己突然之間醒咗嘅？而且係突然之間成個人非常清醒，完全冇睡意。當時我覺得有啲凍，就企起身喺護士站入面行嚟行去。突然之間我見到個伯伯企咗喺護士站門口，當時我個心沉咗一沉。但奇怪嘅係，嗰一刻我一啲都唔驚，一啲恐懼都冇，我只係非常肯定伯伯可能唔得啦。我即刻小跑出去護士站，衝入佢病房，一開門就睇到心電監護嗰個畫面，咁多年嚟一直都定格喺我腦入邊，心率78，呼吸29，血氧89%。我向伯伯張床行埋去，想睇下佢瞳孔。一共3步，每一步監護數字都變一次。第一步心率53，呼吸16；第二步心率32，呼吸5；第三步心率4，呼吸0。之後就係所有人衝埋嚟嘅搶救。但末期癌症病人多數都已經有嚴重嘅併發症，所謂搶救更多係一種人道安慰。我哋同事即刻打電話俾家屬。而嗰個男保姆仍然瞓到好似死豬咁，踢都唔喐。我後來一直覺得伯伯其實喺臨床死亡之前，魂魄已經出竅，可能見我太攰啦，所以嚟護士站通知我，或者講感謝我。起碼我自己係咁諗，因為喺我見到佢嗰一刻，佢其實正喺度經歷緊臨床死亡過程，所以我更加相信人走之前，靈魂會先離開身體呢個講法。但我至今唔明點解當時我一啲都唔驚呢，甚至鎮定得好似好老練。呢個反應到而家諗翻起都覺得好奇怪。好啦，講下我哋骨科護士休息室窗外面嗰棵芭蕉樹。大概係06或者07年嘅冬天，最凍嗰幾日，當地電視台有單新聞，每日都好多人關注。某醫院一個護士嘅老公喺病房走失，幾日之後，護士個女透過電視台大篇幅揾爸爸，報紙啊、新聞啊，幾乎每日都係頭條。10幾日之後，個人揾翻，一家團聚攬埋一齊喊，表面睇係大團圓結局，但冇人知呢單新聞背後，我同嗰位護士共同知道嘅秘密。老公走失嗰個護士就係我哋骨科嘅，我哋一路都係同一間護士休息室。呢件事由2002年講起，嗰陣我喺骨科學習，嗰位護士亦都喺骨科。以下我叫佢 P 老師。P 老師當年唔夠50歲，係一個資深護理師。佢性格好開朗，成日中意講笑，有個好體貼嘅老公，個女好乖，家境亦都唔錯，屋企有2部的士，老公亦都有投資啲生意。仲有一件好神奇嘅事， P 老師好邪噶。呢個邪係褒義，因為佢買彩票買親都中，每次中得唔多，但係1、2千經常有。2002年嘅1、2千蚊比而家值錢好多。嗰陣時我同 P 老師都算熟，因為我同佢個女都叫文文。佢老公成日都嚟科室，見人好熱情，所以我對佢哋一家印象好好，亦都好深。骨科當時有個小夜更，夜晚9點收工。我自己屋企離醫院遠，阿爸阿媽就唔想我冬天夜晚9點一個女仔自己翻屋企，所以每次落小夜班，我都會喺骨科護士休息室瞓一晚，第二朝先翻屋企。先講講嗰間骨科護士休息室，日頭行入去，我成個人會毛管戙，牆身係白色，地板係淡黃色，床單全部都係白色，唔知點解成個感覺就好陰森。夜晚喺入面瞓，我從來都唔敢熄燈，因為驚，唔知驚咩噶。另外有件事，當時我係唔知窗外面係芭蕉樹，因為一直我都唔敢拉開窗簾，唔敢望出邊，甚至有時唔敢眯埋眼，一直望住間房每一個角落。我成日同啲人講噶，喂，間休息室好恐怖喎，但係冇人理我。我就同 P 老師講，佢都唔信，就話細路女冇諗咁多嘢啦，攰得滯就瞓啦。但係瞓過幾次之後，我打死都唔再入去，又驚啦，又瞓唔着啦，入去都冇用。
最後落小夜更，一定嗌我阿爸嚟接，幾夜都要返屋企瞓。嗱，我以為件事就咁過去，以為自己真係諗多咗，點知差唔多5年之後，居然有真相。問題就出喺窗外面嗰棵芭蕉樹下面。嗱，之前講過啦，我離開骨科之後就去咗中毒科學習，之後都好少返嚟骨科。一嚟驚啦，二嚟骨科有2個地方令我覺得恐怖。第一，女廁對住停屍間；第二，休息室。後來 P 老師屋企出事，我先知佢呢幾年過得越嚟越暗淡。P 老師個老公本來身體好健康，但大概2005年左右查出個腦有 cancer， 對一個家庭嚟講已經係晴天霹靂。但更加令人接受唔到嘅喺後邊，佢老公做手術切除腦部腫瘤之後，雖然個人救得返，但神志開始唔清醒。為咗做手術，屋企嘅的士都賣咗，積蓄用晒，至少個人仲喺度。雖然神志有啲問題，都算係不幸中嘅大幸。由嗰陣時開始 ，P 老師一個人撐起成頭家，養女、照顧老公，仲要返工。女人嘅堅強有時真係超乎想象。因為冇人照顧老公， P 老師就要帶住老公一齊返工，包括夜更。醫院嘅高層出於人道都俾佢咁做，因為大家都知每個人都唔容易。P 老師對老公病後不離不棄，其實令我好敬佩。呢個可能先叫真正嘅愛情。好啦，講翻之前講嗰單新聞，就係呢個背景之下發生。嗰日 P 老師照常帶住老公返工，將佢鎖咗喺休息室。留意翻就係我覺得勁恐怖嗰間休息室，而且係從外面鎖住。然之後 P 老師就去做嘢，去到夜晚7點幾，趁得閒就諗住去睇下老公，先發現個門係開咗噶。再望入去，老公唔見咗，跟住就瘋狂尋人，新聞大篇幅報道，揾咗10幾日之後，最後個人平安揾翻。但係你知唔知喺邊度揾翻噶？係喺40公里外嘅長安縣，冇人知道佢點樣去到嗰度。本來呢件事同休息室同埋芭蕉樹完全扯唔上任何關係，直到有一日 P 老師突然過嚟揾我，佢同我講：幾年前啊，你咪話嗰間休息室好恐怖嘅，我當時都唔信噶。但你去咗其他科之後，住喺休息室隔籬病房嘅人呢，都話窗外面芭蕉樹下邊有鬼啊！當其時全個科室都係唔信噶，但係我老公失蹤呢件事，事後我諗翻越嚟越唔對路，因為老公鎖喺休息室入面，佢係神志不清，點可能出得到嚟呢？正常人啊，都未必可以喺入邊開到出邊把鎖啦，更加唔好講一個人行咗去40公里外。當晚 P 老師仲問個老公：你係點出嚟噶？老公淨係含含糊糊咁講：有人帶我咯。再問落去，乜都問唔到，因為實在諗唔通。再加上我多年前講過嘅嘢，同埋隔籬病房嘅病人話見到鬼，P 老師先開始懷疑休息室真係有嘢。於是佢就揾個識睇事嘅人嚟睇。嗰個人一入骨科走廊就話好差好差，入到休息室更加話唔對路，直接行去窗邊拉開個窗，窗外面就係嗰棵芭蕉樹。嗰個人話芭蕉樹下邊有鬼，係佢帶住你老公走嘅。嗱，呢件事我聽到呢度都覺得好迷茫，我唔明過咗咁多年 P 老師仲點解特登揾我證實我當年話恐怖嘅來源呢？係咪即係話佢哋終於相信我當年嘅感覺？佢真係信有鬼開咗嗰個原本反鎖咗嘅門，帶住佢老公行去40公里外嘅長安縣呢？呢件事去到而家都係懸案，大家都係得個估。最後講下貓頭鷹，大家有冇聽過貓頭鷹叫啊？我成日都聽噶，一樣係喺醫院。我哋呢邊民間有個講法，就話人死前貓頭鷹會叫。講起貓頭鷹，我其實已經唔係太記得佢真實叫聲係點，因為我休假喺屋企已經半年幾冇返工。但嗰種聲，我相信再過10年，我一聽都會認得出，係一種好似俾嘢落咗咒嘅聲，伴隨住心慌同埋恐懼。
唔係尖叫。聲線有啲闊，有啲似細個吹簫嗰種聲，唔係連續叫，係咕咕咕，好特別噶。我幾年前先開始留意到呢種聲。照道理，我哋醫院喺市中心，根本唔會有貓頭鷹。貓頭鷹仲要係保護動物喎，但偏偏就係有一隻喺醫院嘅花園匿埋咗至少半年。嗰陣我喺兒科工作，好不幸兜咗一大圈，又翻返呢棟好陰森嘅樓。因為兒科就喺骨科對面，大概講下格局啊。骨科同兒科係同一棟樓，成棟樓呈一個粒字形，中間係樓梯。粒字伸出嚟嘅兩端分別係兩個科室，中間圍住嘅地方就係花園。太平間喺骨科右下角位置，對應兒科左下角係供應室，夜晚冇人。骨科右下角再行落去就係醫院後門，行人都算多，陽氣都 OK 嘅。但兒科左下角一到天黑基本上冇人，燈又暗，我一直都覺得嗰度仲陰過太平間。兒科都有好多古仔，但係以後再講啦。講翻貓頭鷹，我翻夜更通常都好忙，冇嘢做嘅時候，得閒會睇下書、打下機，做自己嘅嘢。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，夜更嘅時候會聽到一種雀叫。起初冇特別留意，後來慢慢發現呢種雀叫會伴隨住人嘅喊聲，亦即係話屋企有人走咗，家屬喺度喊。一般醫院夜晚好靜。靜到大家都唔夠膽大聲講嘢，除非有病人走咗，夜晚先會有家屬嘅喊聲。我觀察咗好多次之後，先發現每次嗰隻貓頭鷹叫之後冇耐，人嘅喊聲就會出現。嗰種聲真係好詭異，零零舍舍喺黑夜入面，好清脆，好荒涼。只要一叫，通常不出2個鐘，一定會有人嘅喊聲。發現呢個規律之後，我冇同任何人講，因為講咗都冇人信，多數都話我吹水。記得有一晚我去門診攞藥，門診喺棟樓粒字樓嘅前面，要穿過個院。當晚隻貓頭鷹一直喺度叫咗好耐好耐，但喺住院部呢邊聽唔到有家屬嘅喊聲。當時冇多諗，趕住去門診部嗰度攞藥，點知一行入大廳，周圍都係警察、交警。仲有出邊幾架白車嘅急救燈不停喺度閃，我有啲好奇行埋去睇下咩事啦。喺急診科見到一個我識嘅醫生，先知原來出咗連環車禍，送咗7個病人嚟我哋醫院，全部重傷，仲有幾個去咗隔離醫院搶救。我隔住個門望咗一眼，有2個好似已經唔得，一直喺度電擊，但睇到個心電監護、電擊員都係喺等位線。成個場面血肉模糊，我雖然喺內科嘅時間都唔短，但係嗰種場面恐怖到唔敢再望。最後搶救無效，宣布死亡。床嘅隔籬有個男人，成塊面都係血跡，喺度大喊，可能死者入邊有佢嘅屋企人。佢頭上綁住繃帶，身上、面上仲有未抹乾嘅血跡，就咁坐喺張床上面大喊。成個場景令人好心酸。生命有時就係咁脆弱，上一秒仲一齊嘅親人，下一秒已經陰陽相隔。由門診樓行翻出嚟，又一次經過花園，嗰隻貓頭鷹仲喺度孤零零咁叫。我停低咗，喺嗰啲微弱嘅燈光同埋月光之下，想揾把聲嘅來源，但係點揾都揾唔到。嗰次車禍可能唔止死咗2個，但係我都冇再打聽，只係嗰隻貓頭鷹史無前例，整整嗌咗1晚。第二朝7點幾，科室 X 護士返工，佢40幾歲，習慣早到，同夜間護士傾咗幾句。佢一坐低就話：喂，你哋聽唔聽到把聲啊？我就話：我成日都聽到噶，但係呢隻貓頭鷹今次嗌咗成晚，嗌到而家仲嗌緊啊。X 老師就話：哦，係嗰隻貓頭鷹啊。我當時有啲驚訝，問佢點知，佢就話佢細個喺老家長大，同我感覺一樣，呢種聲只要聽過一次，幾多年後再聽都會即刻認得，因為把聲太詭異。而詭異背後都有一個詭異傳說。X 老師係咁講噶：我細個喺村入面嗰啲老人家成日講呢，唔好喺貓頭鷹叫嘅地方久留啊，
有貓頭鷹叫，證明附近準備要死人啦。即係好似有啲不祥之兆咁呢，所有嘅嘢串埋一齊，表面睇冇嘢噶，但係只要你認真查一查，發現全部都有聯繫噶。嗰晚可能真係死咗好多人，如果唔係，點解隻貓頭鷹會一直嗌到天光呢？我當時仲喺度諗，究竟貓頭鷹係咪死神嘅寵物呢？從嗰次之後，我對夜行動物開始有種莫名嘅恐懼，例如貓啊、貓頭鷹啊，尤其喺醫院夜晚聽到嗰種聲，你會明白有啲聲唔係叫俾生人聽噶。嚇得唔好嘥，捉晒啲 friend subscribe， 麗音廣播，一邊聽一邊驚。